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正在选总统的时阵，互人指控伊在新德市有一块农地违规摕来做停车场趁钱。新德市政府要求限期改善，恢复农地农用。若去互发现讲挖出来废土较大拢无处理，引起各界质疑。面对这个质疑，郭文德回应讲，一定伫咧时间内处理好势。停车场挖出来的土，同款搁放伫现场，边仔搁看会到有的所在已经发草出来啊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去年底予新德市府发公文要求限期改善，恢复农地农用。到今已经过3个月的时间，民进党议员质疑，到底当时才完成改善？当时候柯文哲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而且会依照相关的规定尽速拆除这个恢复农用。那至今已经3个多月过去了，那现在的农地拆除工程根本不到1/3，一再的拖延时间。面对质疑，柯文哲有亲身回应，一定会在时间内处理好势。处理废弃土要申请什么证照啊？再来就过年了，过年大家都停摆了，我一定会处理的，在时间内一定会把它处理掉。这个礼拜就能够把这些其他的剩余的细节流程都跑完之后，能够顺利把废土给弃置，然后再把地面上50公分的这些柏油跟那个废料渣都能够清除完毕之后，我们就会已经采买好新的农土，整个整地完成，就会申请新竹市政府再来会勘。帮忙处理土地的民众党新德市主委李国忠表示，已经向相关单位提出宽限的申请。新德市政府也讲已经有收到申请。土地所有权人已经在今年的2月17号申请改善期限的展延。如果农业用地未依法做农业使用，那我们将依农业发展条例第69条的规定，通知地政单位依区域计划法来处理。李国忠也表示，柯文哲有打算把土地卖掉，目前也传出有人想要买，然后卖出去假赚的钱，卖捐出来做公益。希望这个争议赶紧结束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